林之柔来分享。大家平安。平安。我叫林之柔，我今年高中3年啊。我台语无啥认真，所以用华语来讲。从主日学刚升少期的时候，我的心情是既期待又害怕。我害怕上了少期会不会有人不理我，可是又很期待少期的生活。进了少期，我发现大家都很好相处，也很亲切。在国一的时候没有很多服饰，只有在团契聚会前还有华语领诗。我常常看到哥哥姐姐们都很享受在神的里面。当时我没有像他们一样有那种心情，就只是上台好像唱一唱就下来了。可是我也很想跟他们一样，可以享受在神的里面。我也开始学着向上帝祷告，求上帝能够给我像他们一样的一颗心。那时候我和哥哥的相处并不是很好，常常用不好的言语来对待。虽然爸爸妈妈告诉我们要相亲相爱，但是我和哥哥总是做不好，关系也越来越不好。那时候我每天向上帝祷告，我每天祷告，渐渐的一切都不一样了。我和哥哥的感情变得比以前还要好，然后在家里也会聊到在学校发生的事情。那个时候我真的很开心，我跟上帝说，感谢主在我现阶段的生活里有关怀我的戚友，然后有爱我的家人。这段时间我和哥哥的改变真的不少，很感谢主。也期待继续在团契中有更多的装备和学习，和戚友一起同心服侍。我也告诉我自己，在这一生最大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。谢谢。